Hello， 歡迎嚟到 Toronto Swing， 我係 Andrew。今時今日做買家都幾慘啊！雖然話就話係買家市場啫喎，但係如果你想揾一間裝修好晒、即買即住嗰啲咧，真係可遇不可求。幾樣原因啦，一樓市差啊嘛，好少屋主咧就夠膽花一筆錢落去裝修完之後攞出嚟賣，未必回到本啊嘛。第二，如果係真係有嘅話，有機會咧都可能係啲化妝樓嚟嘅。但係今日呢一間咧就唔同啦，屋主咧真係認真裝修嘅。因為佢原本係做俾自己住嘅，咁而家需要搬啦，咁你所以睇得到咧，佢用料啊、設計啊，全部都係用俾自己用嘅，即係真材實料嗰一種。呢一種可遇不可求嘅獨立屋，仲要係喺列治文山嘅話，快啲嚟睇下。呢間獨立屋喺列治文山 Major Mackenzie 夾恩，4+3睡房，5個洗手間 ，basement 完成咗，仲要係分門出入添，車房泊到2架車啦。1983年建成，2025年嘅地稅大約5715蚊，lot size 大約30尺乘103尺。根據屋主所講，面積大約2220尺。入到門口，首先玄關位講講先啦，就7尺闊嘅，一樓樓底咧就8尺。不過呢間裝修係真係認真咧，佢連大門都換埋嘅噃。而家右手邊嗰道門咧就出車房嘅，直望就客廁。一陣間我哋上2樓之前咧就會睇一睇，我哋睇一睇主事要睇嗰樣就係個廳先。你會見到1樓係空間感十足嘅。嗱，雖然佢得8尺樓底下，但係佢有19乘26尺咁闊，一眼睇晒。而家大家見到係有 pot light 啦，我喺現場咧都留意到，亦都係做埋平 ceiling 噶啦。望景嘅呢一個 features wall 咧，就係我其中我最中意嘅一個特色嚟嘅。點解？我有留意佢個收口，真係收得好靚噶。我見到屋主咧設計呢間屋真係好有心機嘅。呢啲少少嘅特色牆咧都好靚噶。睇埋廚房啦，櫥櫃包膠嘅，台面同 back surface 亦都係 quartz 嚟嘅。好多人都中意 stainless steel 嘅 appliances 啦，但係屋主咧就用咗炭灰色嘅喎，加埋深色嘅櫥櫃，哇，真係好型。好多 induction 嘅爐頭咧比較細啲啊，不過咧就呢個超大。櫥櫃方面咧唔單止型啊，仲非常之實用㗎。屋仔細細就冇早餐位置喎，呢一張台就係早餐台嚟㗎啦。呢一張早餐台兩邊都做晒 waterfall， 哇，真係抌本。嚟講點咧？呢一度6人台絕對闊落，真係請朋友嚟嘅話，點可以冇啲音樂啊？嗱，屋主做晒 built-in 喇叭㗎啦。住獨立屋另外一個好處就係有個 backyard 咧，可以燒下嘢食。而家同大家一齊出去睇一睇。我就見到近 fence 嗰邊咧，就應該係冇鋪 interlock 嘅。我見到好似都係有啲草喺下邊咁樣嘅。喺2樓之前同大家睇埋車房同埋個客廁啦。如果拎開啲雜物嘅話咧，你泊2架車咧都 OK 嘅。呢個就係客廁啦。嗱，用料唔遜色得過其他嘅主人房嘅。一樣我自己好中意嘅就係呢一條樓梯啦，哇，真係型。嗱，雖然通窿咋，我幫大家試過好硬正㗎。首先睇一睇第一個套房先啊嚇。主人房面積大概10尺半乘13尺半，呢一排衣櫃應該夠啦啩。主人房洗手間嗱，真係冇理由差得過個客廁嘅。全間屋我留意到都係黑白襯嘅。如果你中意呢一種配搭嘅話，你真係唔使諗，一啲都唔使整。主人房隔離第2間房啦，面積大概係8尺乘13尺。右手邊嗰個位置咧就係樓梯頂位嚟嘅，通常咧就用嚟做 closet 啦。不過屋主咧就用咗嚟做 laundry。第3間房面積大概7尺半乘10尺半，嗱，做睡房就可能細少少。
但係好似屋主咁樣用嚟做 office 嘅話，就真係一流啦。呢個洗手間就係頭先第二間房啦，同埋個 office 嗰間房一齊 share 嘅。輪到最後第四個房啦，我會當呢一間房咧係一個主人房咯，因為真係好大㗎，即係有幾大？16尺半乘11尺半啊！再加埋兩個超大嘅窗，極其光猛。呢一間屋所有洗手間都做過晒㗎，你話如果真係要裝修嘅話，呢個都唔少錢啊！同大家睇埋個 basement 啦，呢度將佢間開咗，另外呢一度咧就可以有一個少少嘅 apartment 啦，就係側門出去嘅鏡頭啦。因為有分門出入啊，如果你有親戚朋友過嚟讀書啊，或者係暫住嘅話，真係非常之方便啦。爐頭、雪櫃、洗衣機全部齊晒㗎嚇。呢個睡房面積大概係7尺乘8尺，有一個6尺乘6尺8嘅儲物室添。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洗手間啊！最後第二個睡房大概係9尺乘9尺半，都要算用到盡啦。附近方唔方便呢？大家睇到啦 ，Food Basic、Walmart、TNT、Longo、Snowfield、Freshco 全部7至到9分鐘，10分鐘都唔使入到啦。最近嘅火車站喺翻東邊 Richmond Hill GO Station 4分鐘。上 Highway 向翻東邊10分鐘就上到404㗎啦。附近有幾個 plaza 啦，分別就係 Major Mackenzie 同 Bayview 啦，欣同 Waldrick、欣同壽街7至到10分鐘。向翻南少少就係 Hillcrest Mall 㗎啦，大約係8分鐘到。附近有3個 walking distance 嘅公園，3至到13分鐘。最近嘅圖書館揸車幾分鐘，就算真係行嘅話，都係需要21分鐘嘅啫。輪到學校，小學 Crosby Heights， 中學 Alexander Mackenzie。根據 Fraser Institute， 小學排名1921，中學排名42。輪到價錢同地址啦，呢一間屋嘅地址咧喺入邊 description 都揾得到。呢一間屋叫價就165萬，唔使搶 offer。根據我調查啦，如果我揾翻同一個小學嘅校區嚟到揾啦，最近嘅成交記錄咧要翻去7月、9月2025年。就有2間獨立屋賣出，都係雙車房嘅，一間就4+1啦，一間就4+2啦。2間屋咧都係4個洗手間，分別咧就係1100尺至到2000尺度。一間咧就 finished basement， 另外一間咧就係分門出入嘅。平均地稅咧就5111蚊，平均賣出價錢咧就117萬。如果你想有更加詳細嘅資料嘅話，可以俾你 email 我會 forward 俾你。而家見到嘅呢一個 furnace 房咧就正常，但係有一次咧同客人睇樓咧就有啲問題走咗出嚟啦。啲咩叫正常先啊 ？water tank 啊、furnace 啊呢啲係可以俾師傅有位去整噶嘛。嗰次睇樓咧就發現到 furnace 房 furnace 對住咧係一埲牆嚟嘅噃，而位置咧係唔夠位俾師傅去做嘢嘅喎。會有咩問題咧？就係如果要換 furnace 嘅話，師傅根本就冇位去換咯。咁客人就有啲中意間屋嘅，咁問我點算啊咁樣，咁都有解決方法嘅。方法就係拆咗埲牆去啦。咁我睇過啦，嗰埲牆咧就唔係主力牆嚟嘅。咁如果喺加拿大你係拆一埲唔係主力牆咧，喺 basement 嘅話，其實都唔係話咁難嘅啫。主要就係佢有個 frame 咁啊，咁你要拆咗個 frame 佢啦，揼翻個框去俾個門框用啦。咁然之後咧就加翻門邊、門框、門鎖，咁其實就 OK 噶啦。但係當你買樓之前咧，你唔知嘅話咧，突然之間壞啦，到師傅嚟到先同你講，哎呀，我整唔到，你又要再揾師傅去同你拆牆、安門，你先至換到個 furnace 嘅話，咁可能你就冇咁多時間噶啦。咁所以當你睇樓嘅時候，發覺到，咦 furnace water tank 真係冇位俾人哋做嘢嘅話，咁你買之前你就要考慮定自己會唔會去加多道門俾啲師傅將來去做嘢用啦。希望呢啲小貼士可以幫到大家，下次再見，拜拜。我今日嘅介紹就到呢一度，中意我 channel 嘅話可以 subscribe 我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個鐘仔就可以收到我最新嘅消息啦。我每個月都會轉發由多倫多地產局公佈嘅 Market Watch Report， 有興趣嘅話可以俾你 email
我可以 forward 俾你。如果你而家係考慮緊買賣房屋，想揾人俾個意見，可以聯絡我，我會盡快覆你。下次再見，拜拜。